台南市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每年中秋送暖的活动，16号上午透过议员蔡淑惠甲着王家珍的媒合，伫个议会1楼简报室举办捐赠仪式，包括南区甲安平区总共13间国小的校长、主任拢到场，希望伫个中秋节前一天会用将中秋的礼品甲红包送交予弱势学童。借由这个中秋节，把这个蛋黄酥送给我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明天在中秋节的时候能够吃上满满一口整颗的蛋黄酥，让他们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甜蜜哈。小朋友收到这个中秋节礼物，甚至收到一个小小的红包，他们都会很高兴。所以也让我们在座很多人愿意这样子持续的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也是我们台南市南区妇女会的第14年为这个中秋节爱心送暖的活动，所以我很谢谢大家的参与。它能够累积这么多善心人士、民间单位，让大家都尽一己之力，让这个爱心呢真的是满满满。但是呢，我就小小的尽一点小心力来参与这一次的中秋佳节前的一个爱心记者会。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中秋送暖的活动，今年已经连续14档举办，受惠的学童总共522位。志凯国小校长王念香表示，除了感谢所有协助单位的热心赞助，嘛希望囡仔伫个大汉以后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传承这份的爱心。做人点滴要涌泉以报这件事情是在受赠完以后，我们必须给小朋友了解的。未来他如果有机会，也应该能够回馈社会回馈大家，当时候给他们这些支持。那最后也希望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继续，那小朋友在这样一个复杂或者是变动的社会中，他们还是可以持续感受到这样一个温暖。那也感谢大家。透过议员的媒合，今年赞助单位嘛明显的增加，除了烘焙坊牺牲订单，赶工来制作蛋黄酥的中秋礼盒，另外嘛有袂少的善心企业，甲着社团热心关注，互每一位弱势学童。除了有中秋的礼盒，还佫有小小的300块的红包，互弱势学童感受到社会的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